关系原始资料安怎处理？一起先是因为迄个 Word 档案真歹处理，所以文件甲内底字拢剪出来，放伫咧一个 text file 内底，一抓一拍安尼。咱有一个假死图，这个档送去 server 内底，就差不多是一个亲像 Excel 安尼。结果会生，开起来就差不多生做安尼。汉字的部分甲罗马字的部分会分开，后一步爱用人来改，主要是词长词原底无长词，即马词中加连位。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metadata， 也就是关系这个档案内底一寡互人看的资料。伫歌册这边咧，因为有 multimedia， 所以爱搁加评书面遐爱搁加寡新的 metadata， 亲像安尼。还有啥咧？想白写 multimedia 的款式。检查是影片安尼，有可能是声音或者是啥multimedia 的档案是倒一个，比如讲副.wmv， 安尼就是到时咱伫个 server 顶悬爱有这个档案，会当去读。过来因为爱看迄个册上，所以上嘛爱放伫遮。比如讲.jpg， 就是同款。无啦，一般袂安尼分啦，一般是讲，比如讲第一页.jpg 安尼啦。到时就是编号码，编页番号。写一个遮的时阵，意思就是下骹所有即几拍，拢总是伫咧即张相内底找会到。若讲换页了，就是换一张相，所以即拍开始是新的一张相，咱就安尼写。但是因为袂当浪价，所以会记住，莫有空的价啊。伫倒位？就安尼，就是对即拍开始，就伫咧新的一张相内底。另外一项就是 footnote， 这是大问题，毋知要怎处理才好。先想看觅。比如讲安尼。我凊彩创一寡例好。安尼意思就是讲，伫咧即拍内底，我先去抄即个字，即个字到时共款的字三比平，甲这后壁即栏内底物件当做伊即个词的 footnote， 你会当写过来的。
亲像安尼一拍头前就接过来 footnote 到一拍的头前若还有 footnote， 是讲应该讲一拍内底若还有 footnote 写伫一拍的头前。我想安尼来处理文书资料部分，假使就会当食人要做嘛，袂讲介废气安尼。